三種運鏡技巧。我叫陳欣善，就讀於教育大學嘅特殊教育學士學位2年級。今日呢，我會為大家介紹三種嘅運鏡技巧。第一種呢，叫做左右環繞，攝影機呢就會放喺定點上面啦，就好似片段所見。定點呢就係我隻手，就模擬觀眾呢原地左右觀看視野嘅變化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完成品啦。第二種呢，就係上下直搖，攝影機呢就會放喺定點上面啦，就好似片段所見呢，定點就係我隻手，咁模擬觀眾呢喺原地做上下觀看視野嘅變化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完成品啦。三種呢，就係前景擺放遮蔽物，就好似片段所見呢，我就將相機呢擺喺一啲物件嘅後面，然後呢慢慢咁樣拉個相機出嚟，嗰啲公仔呢就會隨之然咁樣顯現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完成品啦。我今日嘅介紹嚟到呢度，多謝觀賞。